係前所未聞啊！中山東區核心嘅 CBD 單價講緊1萬蚊出頭咋，而且實用率超達120%噶。首先入門呢個入戶花園咧，係全贈送俾到你嘅面積。如果你要做間房或者做個入戶花園咧，都係完全 no problem 噶。而家發展商啊，真係要錢不要貨啊！樣板間都要出售啊！即係你鏡頭中睇到呢啲，全部都係送俾你噶，可以做埋我哋一個低首期啦，首期俾個3萬蚊就可以上車啦。可以睇翻啦，一線嘅無遮擋嘅呢個綠化景觀，鳥語花香非常之舒服啊！如果買高翻少少咧，仲可以睇到我哋一線山景。咁呢度嘅 location 係非常之核心嘅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利和廣場、華發廣場同埋天虹廣場啦。平時行街食飯睇，全部都係一站式可以解決到噶。如果翻到我哋深圳灣關口，都可以坐翻我哋博覽中心嘅直通巴士啦，800蚊就可以翻到深圳灣啦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對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嗱嗱聲 call 我，將啲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啦。